当兵顶来掠迄位犹大用金喙所出卖耶稣迄时，暗暝的点钟受拍破。耶稣受带到罗马的总督比列多的面前受审判，因为受到一大阵互犹太人的大祭司煽动的暴民的压力，比列多就判耶稣钉十字架的死刑。两个犯大罪的犯人，甲耶稣相时受钉伫十字架，一个伫伊的正边，一位伫伊的倒边。经过遐个人，拢啼笑举起伊讲：你讲你要毁坏圣殿，搁会伫3日内重新起造伊？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着救家己对十字架顶跳落来啊！这时头，经学士甲长老也希人伊讲，伊捌救了别人，搁啼笑讲，总是却袂为救家己。伊捌讲，我是上帝的囝，那安尼就互上帝来救伊啦。伊若伫即时阵对十字架顶落来，阮就要信伊。伫中昼的时辰，黑暗打满全地，直到下晡3点的时，圣殿内长里掠做两边。耶稣大声喊：“爸啊，我将我的神交伫你的手中。”话讲煞，伊就断气。你。